我還記得4個月前。歡迎大家嚟到2026年最佳新聞主播頒獎典禮。係啦，而家俾大家睇下5位候選人嘅名單，排名不分先後。第一位有12年資深新聞主播，靚仔得嚟帶一點成熟，問晒新先生。第二位有5年經驗，口齒伶俐，講嘢講唔停嘅吳曉婷小姐。第三位係有6年經驗，喜歡有嘢講就講嘅李錦賢先生。第四位有7年經驗，嬌小玲瓏，講嘢精準嘅周新玉小姐。第5位係有8年嘅經驗，美貌與智慧並重，報道要求係真嘅文慧珍小姐。大家準備好未啊？The winner of 2026 The Best News Anchor Award goes to 2026年最佳主播新聞大獎嘅得獎者係文慧珍小姐。多謝大家 ，Thank you。咁就8年啦。冇錯，8年前文慧珍只係一個默默無名嘅社區小記者，深夜自己剪片啦，暴雨採訪。大家見到我呢度都係狂風暴雨嘅，請市民留喺家中，唔好外出。時時會俾上司去質問，但佢堅持新聞不單要快，最重要係要真。現場火警都非常之嚴峻啊！消防員啱啱到達現場，正在努力搶救中。8年嚟，佢每日都要求自己做到最好，唔可以有任何嘅閃失，亦唔可以妥協。佢相信，只要能夠努力、夠堅持，終有一日能夠喺新聞界會企到喺最高位置。現時大批嘅警察仲喺現場收集緊證據。DNK 記者文慧珍直擊報道，用佢自己嘅聲線為觀眾去揭開一些秘密嘅事實。終於佢做到啦，但係佢今日個獎杯喺佢手上邊，全場都拍爛手掌嘅時候，文慧珍忽然感覺到有一點空虛，因為佢個夢想已經達到啦。咁聽日應該係點樣呢？佢應該盼望同追求咩呢？恭喜晒，飲杯！都話唔使扶啦，我都冇醉。係咁啊？係啊。又話宵夜卡拉 OK 直落嘅。攰㗎啦，休息下啦。我唔攰啊。唔攰？你睇我咩攰㗎？好啦，唔該晒。唉，睇下先。真係開心啦！打電話俾細佬先。聽電話啦，做乜唔聽電話嘅細佬？Your call has been forwarded to an automatic voice message system. 係喎，唔記得咗添。細佬喺外國，啲時間都唔一樣嘅喎。佢哋返晒工，啲小朋友返晒學。唉，依家咁開心，想揾個人同我分享下都唔得添。至衰爹哋媽咪又去咗遊船河咯，唔喺我身邊。唉，真係冇人啦，真係冇人啦。唉，想當年未做記者之前，
我都好多時候咧有時間同爹哋媽咪佢哋一齊玩㗎，我哋一齊去歐洲，仲去 cruise， 飲飲食，飲到肥晒，幾開心啊！仲去加拿大，最記得有一次咧係去 Yosemite 嗰度 camping 咧，幾開心啊！遊山玩水。嗰啲空氣又清新喎，親親大自然，真係好開心。依家小朋友已經長大啦，而爹哋媽咪佢哋都老咗好多。諗下呢8年嚟，我真係 miss 咗好多嘢咯。至少 miss 咗好多陪佢哋嘅時間。唉，唔想再諗啦，好攰啊！人人來和唱，我感恩有好天氣，人齊和唱，主給我有朝氣，我高舉人人來和唱，我一生交託主裏，歡欣的快樂因主有應許。再嚟。人人來和唱，我感恩有好天氣，人齊和唱，主給我有朝氣，我高舉人來和唱，我一生交託主裏，歡欣的快樂因主有應許。人人來和唱，我感恩有好天氣，人齊和唱。班人喺度做咩咧？唱細歌、彈細吉他咁喎，玩得咁開心嘅。咦？嗰個咪馬利、祖娜、秀文都喺度喎，周董，成班生意大亨喺度。咦？曉婷都喺度。哦，係曉婷，你都喺度嘅，係啊，恭喜晒你喎！頭兩都冇機會恭喜你，知真係唔好意思啦。多謝晒。你哋喺度玩得好開心啊！做咩啊？你哋搞咩啊？哦，我哋係藝人之間嘅團契聚會啊！哦，玩得好開心喎！哦，hi！哦，hello！唔好啦，約咗人啊，下次先啦。下次一定要 join 我哋㗎啦，約定你。有機會嘅，OK，有機會拜拜。OK，拜拜。其實我都冇約人。點解佢哋咁有喜樂嘅咧？而我贏咗全香港嘅首席新聞女王，但係有一啲唔開心。究竟點解咧？咦？如果我做一輯藝人之家嘅專訪，你估有冇新聞價值㗎啦？你哋話有冇有得做啊啦？好，一於係咁話。唉，琴晚又通頂啦，唔使咁辛苦啦嘛，呢個有翻嚟先啦嚇，呢個係啊，真我個龍井啊，哎呀，點唔見咗我個龍井嘅？我今日有高山綠茶，係好，早晨，早晨，早晨。有咩成員？主辦嘅單位
之家喺1980年代因為藝人圈嘅情緒困擾問題，由呢個喬宏、鄭明明、葉特生等人佢哋一齊成立嘅，致力提供身心靈支持。到1986年，以非政府組織成立，向演藝界人士傳福音、牧養栽培成為基督徒，建立支持系統，仲喺娛樂圈中見證基督，同埋提供身心靈關懷小組生活。而家好似係由呢個王祖藍繼續呢個使命。王祖藍都做好多嘢啊！仲有冇料？我呢邊都有喎。佢哋咧係向演藝圈傳揚福音啦，培訓啲藝人成為門徒，彼此嘅關懷啦，同埋協助啲藝人咧建立健康嘅教會生活啊！佢哋仲有咧定期舉辦聚會啦、小組分享，仲有嗰啲福音報導活動添，鼓勵啲藝人咧運用佢哋嘅影響力喺呢個娛樂圈入邊樹立啲好嘅榜樣喎。唔錯。仲有冇料？真啫，我都揾到啲料喎。佢哋當中原來咧個成員同埋領導咧係包括咗好多香港基督徒嘅明星，衛蘭啦、孫耀威，仲有王祖藍。佢哋每個人咧都好積極參與各類嘅活動㗎。2025年底舉辦嗰個40年週年音樂會咧，佢哋都有份嘅。仲有佢哋唔係一間實體嘅教堂，而係一個專門針對名人、獨特工作環境嘅基督教團體嚟㗎。睇下佢哋一個個喺台上面攞獎嘅時候，都感謝神喎，仲有片睇添。咁啊，我哋多謝天上面我兩位爸爸，一位就係而家睇住我嘅黃爸爸，同埋榮耀歸俾耶和華，我咁嘅樣都攞到獎，唔係神蹟，我真係唔知係咩。係啊！恭喜晒！超越完，由第一個中年好聲音就開始擔任主持，今年已經去到第4季。感謝神，感謝神。最後我會多謝上帝，我要將今日嘅榮耀頌讚歸俾上帝。我要感謝你，冇俾我一路以嚟嘅一路順風，就係因為呢啲冇一路順風，讓我更懂得謙卑柔和。但係我今日好想講都柔和唔到啦，我真係好開心啊！張志光，主席先生，各位總監、經理、監製，請容許俾少少時間我要向我上主作出感謝詞。主啊，而家喺你僕人手上面呢個獎項，如果你覺得係個榮耀，願呢個榮耀歸你，並求你祝福在座每一位。多謝。唔錯，係啊，真啫。香港藝人之家咧，佢哋成日都會舉辦一啲藝人嘅分享會同埋敬拜聚會㗎。不過具體嘅時間通常都唔固定㗎，要去睇佢官方 Facebook 公告先知。啱啱過咗去就有維斯同埋潘興章嘅分享會喎。咦？嚟緊下個禮拜3月14號有車婉分享會喎。佢哋一般都係喺平日晚上或者週六去進行嘅。咁即係完咗呢度，我哋可以下星期去。Yes。好，揾個機會。好，仲有冇料？暫時就咁多先啦。好。咁即係佢哋信耶穌㗎。係好，咁咧我哋就繼續幫佢起底，邊個係耶穌？跟住咧佢幾時出世嘅？喺邊度出世嘅？行咗咩神蹟？幾時復活？有啲咩人見到佢復活 ？O 唔 OK？OK。有料到啊，真嘅。講。原來咧呢位耶穌咧就係喺26年前出生喺一個地方叫伯利恆。原來而家全地球咧195個國家裏邊咧，有191個國家咧都係用耶穌出生
嚟計算而家嘅日曆嘅。咦，我都揾到喎，行上去先。耶穌仲行咗好多神蹟，好似趕鬼，仲醫咗好多病人。更犀利喎，仲有令死人復生喎。死人復生都得？係咁講啊。仲有冇料？我呢度都揾到啲料嘅，珍姐。係話耶穌大概喺33歲嗰時就俾釘喺十字架上面流血而死㗎。不過佢竟然喺3日之後復活喎，同埋話超過500人係見到佢從死後而復活㗎。成500人咁多，見到？係啊。咁咪真㗎喎。仲有冇料？真姐，我呢度都有喎。耶穌復活咗40日，喺橄欖山附近㗎。當時咧，佢當時啲門徒面啊升天啊，有10幾個人見證到添喎。哇！究竟呢2000幾年前發生咗啲咩事呢？唔通耶穌係真嘅？等佢深入虎穴，去親自體驗一下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先。我又去。你又去？我哋都去。我哋都去啦，珍姐去咗教會3個月之後，認識咗耶穌基督所行嘅事蹟同埋教導，知道咗耶穌如何去愛我哋，為我哋釘十字架而死。喺教會裏面又感受到弟兄姊妹嘅愛同埋真心嘅關懷，之後珍姐覺得自己嘅人生價值觀都有改變，人生已經唔係只係為咗上舞台嗰一刻，一剎那嘅光輝唔係真係可以永恆，唯有耶穌對我哋嘅愛先係真實同永恆嘅。人生兜兜轉轉，其實原來上帝一早已經為我哋預備。就算我可得到世間的財寶，但你卻說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最難時，你賜我忠告。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卻說要我知道，別為因此而煩惱，在絕望裏投訴。只要仰望主，哪怕會迷路，上帝早已預備。我不相信運氣，即使風光遠離，但卻不是你願，上帝早已預備。至少我不被遺棄，但得你為我捨。我不相信運氣。